叶黄鳝藤为半藤状的浓物，属于筋骨之疗效，主要治疗于骨折损伤、风湿、痛等疾病。使用族群：布农、撒奇莱雅州。生态斜线性状描述：宽茎藤为纺几科落叶高大藤木植物，茎极长且肥厚，刚长出的嫩枝蔚绿色，具有条纹和柔毛，老枝条呈黄色，表皮具有覆膜质。叶为圆心形，长约8到14公分，宽6到12公分，基部呈心形，叶背叶面都具有短柔毛，尤其叶背毛甚密，有5条的掌状脉。花序为总状花序，雄花序单生或簇生，雌花序单生，6片2片，排成2轮，外轮小，内轮尾。阔卵形，长达0.5公分，花瓣有6片，形状接近菱形，且有爪。雄花中有6枚雄蕊，长于花瓣，其雌花具有3性皮。宽茎藤果实为核果，球形，为红色，内果皮背部有许多小凸点。263. 台湾原住民族药用植物图鉴。263. 台湾原住民族药用植物图鉴。一贯的生源山中愈合性等简介，新读作品，英文微调版、台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朱心亭与米粒恒，山门五圣宫，附近社主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河山头水库风景区。天坛吊桥，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、餐厅，五圣宫、供奉5大菩萨。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放国外活动，道场、活动照片。参访联谊、庆典活动、重要网站、展望、道场简介、山中风景、树势外桃源、名产有山婆罗蜜、特色感想、愈合性等是合法申请建造的。建筑真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亲设计，诚心动心建设。朱心亭米粒园。
西门及选成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益显观36148000元。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。附近社主村镇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。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二手大老先的家乡关田乡社主村。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济公活佛。观世音菩萨像，好老前人书籍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，兴业三贤张曲成老前人。好老前人以陈前人像，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相片，圣训文物，1楼有读经教室、国乐班教室、新运合唱团教室、4年制。学界课程及新民班教室，举办道德经班、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，学界英文道义班，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，办公室与交易厅。义和种植爱心花，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，九龙盘仙天母图及身躯龙马雕刻，及道义款仙图文。23是5楼宿舍，东西厢房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。